古籍不伐，以訛傳訛，穿鑿附會。國人名字有夏的，着實不多。夏字大多是作為地名用。柳下惠，姓展，名獲，字琴，春秋時期魯國大夫。因為被封在柳下這塊地方，死後號為惠，因此後人稱他為柳下惠。楚懷不亂典故由來相傳，在一個寒冷的深夜，柳下惠夜宿於城門，或稱國門，遇見一位無處安身的女子。他看見女子衣衫單薄，凍得發抖，為了防止她凍死，便讓女子坐在自己懷裏，用外衣緊緊裹住取暖。兩人同坐了一整夜，柳下惠始終規規矩矩，毫無邪念，成為了千古傳頌的正人君子。柳下惠楚懷不亂。有趣，這個配對是巧合嗎？值得深究。惠，惠顧，惠臨。柳下惠若非名字，意思是柳之下垂。柳之下垂，配對楚懷不亂？這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。請一笑置之。